清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30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台东一间农机行伫早暗火烧厝，火阁烧到隔壁面大的头家娘是惊甲树桶会爆炸，赶紧走入去内底，结果全被火烧着，家在无大碍。29暗时，台东市中兴路一间农机行熊发生火灾，火势传到真紧，除了传出爆炸声音，也有真高的乌烟。消防人员动员数十人赶到现场拍火，案件记录马上是真紧张。隔壁面店2楼咧准备要困的女员工，看到乌烟不出来，马上走到1楼拼出去。面店的头家娘因为烦恼藏伫店内甲树桶爆炸，想要走入去店内山走，过程当中无细致烧烫伤。现场经过救护人员初步冲水处理，好佳在无什么要紧。路过嘛，他就听到爆炸声，我一开始以为是庙庆放鞭炮，就开到这边，然后全部都黑烟。农机行员工表示，才拄关门，离开无偌久，就传出火警。店内有1台汽车、1台沙步车、9台挂草车，粗估损失超过100万以上。消防局表示，粗估烧的面积差不多150平方公尺。只有一个人烧烫伤，送医意识清楚，导火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对今日开始有3日的元旦连假，昨下晡高速公路就开始塞啦，啊那台北车头嘛有真侪人去坐车。高铁的官方网站即马是有提供车头人阵的资讯。总讲这自由座人阵有出现管制时，会出现灯号来提醒。若是跳黄灯，就是代表讲爱排队排超过半点钟；若是倒红灯，就是表示爱等超过1点钟。伫台北车头的月台，旅客等咧排队。连续假期的期间，高铁为着避免自由座的车厢人伤济，启动站区人流的管制。官方网站同步做灯号提醒，若黄灯就要等半点钟以上，红灯就要超过1点钟。因应下年活动疏运，代替伫12月31下年内，加开南港到台中，南港经过南回往东部的长途列车，元旦饭店过，嘛会加开24班区间车。因为下年了后就改制，正做代替公司。嘛，伫31进前卖古早型的车票，互旅客做纪念。小时候是住在四角亭那个地方，那有时候也常常坐火车，公司化了嘛。对，那这样就是说来做个那个一个留念这样子。想买来做纪念，然后跟送朋友。后来因为大车站都没有了，就只剩下一些小车站有。国道的部分，高公局29暗国道路南的车阵，是以下班的站较济。也若出去佚佗的车流，主要伫连续假期的头一天出现。国道1号路南杨梅到新竹，早起7点到下晡3点车会较济，需要比平常时啊加5倍的时间。也若早起10点至中昼，沿线到台华系统上北的方向嘛会塞车。国道3号路南嘛伫早起7点出现车阵，土城到关西、快官到雾峰拢是会塞车的路段。国道5号路南安算为早起5点会塞到下晡4点。元旦连假首日就会是我们南向的最大量，大概预估会是平日的1.5倍左右。这边提醒大家，在西部国道的部分，建议在早上6点以前或中午12点以后出发；而国五部分建议在早上5点以前或是晚上5点以后再出发。公路局嘛提醒民众，连续假期的头一天，苏花路路南规港的交通量会到13000台车，透早4点就会有头一波的车流，会持续到下晡2点以后才会消透。为着鼓励民众坐大众运输工具，尖峰的时段大客车优先通行，请民众都要配合疏运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迎接2024，各地头拢有下年跨年活动。亲像伫台北市政府头前跨年晚会，加上101的烟火，当年拢成真侪人。也来伫高雄嘛有，高雄的下年晚会已经有人去排队啊，而且用各种方式来占位。尤其办理大面手续，各国国家都要告别2023，迎接2024。各地的跨年活动，也甲元旦看日头光，这拢是重点。像讲台北市政府的跨年晚会，也有101的烟火，吸引各地游客来遮看。台北市的饭店订房率达到9成，晚会40位的旅馆差不多拢客满。想看明星也想看烟火，因为人家都说那个101烟火就是一定要看一次。跨年农历新年的话，那我们都会以定价再加一层，比平常会贵一些。袂少爱翕相的人会去象山立手平台翕101烟火美景，也是去基隆大帽山这个所在翕元旦出日。距离上山啊，还有那个广场啊、周边啊，那边都可以拍啊。拍的时候啊，你要取
取什么角度，风的方向很重要。不过，亲像高雄梦时代跨年晚会舞台当地架设，舞台前开始出现用石头、塑胶杆底纸箱仔顶，顶管搁大写占位的字条，真侪人占位也引起批评。因为舞台工程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我们要呼吁现场的粉丝们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我们也会随时注意现场环境与秩序的维持。元旦看出日，全台湾上早平地出日是伫五轮片灯塔，垦丁的跨年订房差不多客满。跨年那一天，住房率已经到达90%，目前垦丁的天气很好，那人潮也会越来越多。龙潭这边的迎曙光的活动，我们也有邀请了我们的南岛舞群来热场。为了维持道路通顺，元旦即天0点至8点，滨海县政府会针对五轮片地区实施路段禁止通行的管制，提供免费接驳车载民众到龙盘公园看出日。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桥头地检署抓到有史以来上大宗的大麻走私案，伫高雄的外海去查到挖1.4吨的大麻，市面上的价值超过35亿，嘛有抓到10个人，拢互检方申请羁押，尾也是互法院裁定收押禁见，专案会继续扩大侦办。继续关心《联合报》，政府对1965年办理土地总登记以来，有一个登记受日本教育洗照的地主毋捌中文，伊无去办理登记，土地全登记做国有地。伊的子孙尾也拍官司，希望政府会当兴地，也毋过拢败诉。尾也是提起大法官解说，宪法法庭即马是认定讲，这个判例无保障人民的财产权，所以这是违反宪法的。来关心《中国时报》，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届的会议伫北京煞果啊，有决定当军做国防部长，嘛一个手罢免9个高阶的中国的将领，因伫全国人大的代表资格，即摆是互外界认为讲，这是习近平对军方的大洗牌。来关心2024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伫今日下晡2点会伫公共电视举办，阁有5间媒体代表会伫现场提问。昨昏3党的代表拢有到摄影棚看场地，3个阵营的幕僚嘛拢讲候选人已经做好准备。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3党候选人推派代表阿秀第一，2024总统大选辩论会30下晡2点登场，抽签确定发言顺序，意思是赖清德、侯友宜、郭文铁，并且有5间代表媒体来提问，对辩论会准备赖班表示平常心来看待。准备肯定是要的，不过我们就是平常心。但我们非常有信心，因为这一组是最稳健，而且也是政治历练最丰富的。不管是什么主题，我们都准备好了。伫外界有了赖清德万里古厝违建的争议，真做公防焦点。建安会讲，不管是什么主题，拢准备好啊。郭文铁这边是讲会来批评中央财政纪律甲居住证据这议题。另外，新北社会事件一直发生，会对侯友宜的治理能力来提出质疑。民进党执政8年以来，居住正义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各位也可以看到，很碰巧的，最近重大争议都出现在新北市。所以新北到底有没有市长，看起来很重要，好像也不那么重要。防守部分，官办是有期对手的批评大巨蛋，也有新德农地这议题，官办已经加强准备。侯友宜方面是讲，甲证监会无同，辩论会会有轮流来提问，安怎攻防到时阵大家就知咯。其实侯友宜竞选办公室的辩论小组很早就已经成立了，那么当然候选人本人也会做好万全的准备，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我们都有参考，那明天一定是全力以赴。另外，辩论会诉求的路线原则也是主张后办讲，基本上会以贪腐对清廉、民主对专制、和平对战争的主张来发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金管会进前是有宣布讲要推动实支实付医疗保险改革，新的制度会规定讲，无论有几张实支实付的保单，医疗费用你开偌济，理赔总额就干那偌济。即摆有保险公司已经宣布旧保单会冻店，无要搁卖。喂，你好。电话响无停，保险经纪人公司的员工电话接袂线，到店真侪保护的资料断干那线。因为金管会想要改革实支实付医疗险，引起市场一群人拢要抢买。你写完，然后你拍照给我先报备。对啊，真的很突然。民众抢送件，业务员嘛无用甲变过。伫保险人寿28宣布停卖实支险，隔工连台湾人寿甲全球人寿嘛宣布要伫30停卖实支实付险。
今天呢，从早上忙到现在，真的都是要一直在忙的部分。那民众询问的部分就是第一个，它是否要增加？那第二个，新旧保单的影响会有多大？业者表示，而且实质险市场停卖可能会扩大，到时阵民众可能想要买嘛买无。据一个来讲，一个保护医疗费支出10万块，伊买 A 甲 B 两间公司两张实质险，改价前会当得到两间公司各赔10万块，理赔金拢总20万。不过改价了后，却变做两间公司平分理赔。拢中10万块。我觉得要限制是对的，因为很多人他会取巧。如果没有实支实付的保单，或许在一般人会觉得负担很大，尤其是一些骨科的医材。都还研议中嘛，自然就有不同的声音，我们都会听啊。为了解决民众想过头投保实支实付险，造成保险业实支实付险损失成悬，金管会研究推动实支险改革，以损害填补机制。按过确定的方案，拢还搁咧研究。万一若是有业者趁机会促销实支险，安尼是会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俄罗斯自搞对乌克兰发动双方休战以来上大规模的空袭，造成31个人死亡，105人受伤。伊若隔壁国家波兰的军方嘛表示，有一粒俄罗斯的飞弹进入波兰的领空。在暗暝传出空袭警报，空中出现火光。乌克兰首都基辅自9号俄罗斯无人机甲飞弹空袭，建筑部被拍掉了后，不出阵阵的乌烟。建筑部损坏，路顶的车互碎片拍掉，摩托卡是一片绿苍苍。Я проснулася 7:30 від дуже такого страшного звуку, і це наскільки був страшний звук, ракета летіла, і просто воно все гуділо, шуміло. Я не знала, що мені робити. Я хотіла спуститися в укриття. 新闻报道指出，这是俄罗斯战争以来发动上大规模空袭，造成大规模死伤。俄军指出，俄罗斯动用158架无人机甲飞弹攻击乌克兰全国各大都市，为南甲北拢总区。哈尔科夫汇报发生25件空袭，至少3人死亡，11人受伤。扎波罗热互10粒飞弹攻击，4死10伤。奥德萨有学校被攻击，当地3死12伤。第聂伯罗火山口病院遭到严重破坏，当地6死30伤。首都基辅伤亡上惨重，已经知影至少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德连西部都市利沃夫拢遭到飞弹攻击。地边的北约国家波兰，军方指出一辆俄罗斯飞弹疑似进入波兰领空，在波兰境内时间不到3分钟，就飞差不多40公里了后，登到乌克兰境内，覆盖在无爆炸。Rzeczywiście, rakieta przekroczyła terytorium Polski. Powiem więcej, skierowaliśmy siły, samoloty, które miały ją przechwycić i w razie potrzeby zestrzelić. Ale zarówno jej czas przebywania na terenie Polski, sposób w jaki manewrowała, jakby uniemożliwiły wykonanie po prostu tego manewru. Dlatego rakieta zdążyła opuścić terytorium Polski.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雄雄出现在前线战况级别阿夫迪夫卡发表讲话过程，佮一直传出爆炸声。Україна тут захищає свої, захищає увесь наш народ, як і на всій лінії на передовій. Донеччина, Харківщина, Запоріжжя, Херсонщина, лівий берег. Це важко, це біль, це втрати. І це люди, які на собі тримають життя України. 美国国会正在批准拜登政府的援助资金请求，就发生这场攻击。拜登搁一摆呼吁国会向乌克兰提供另外援助。讲美国防御系统拿下真济5个无人机甲飞弹，后面是咧找找利用无共款的机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援助。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2023年特别结束啊！伫今年科技这方面受介受注意的，会当讲就是 AI。去年 OpenAI 开发推出开讲机器人 ChatGPT 了后，带动 AI 的市场。也毋过用 AI 做出来物件，才会影响文章有牵涉假消息，也各具侵权甲道德才争议，引起全世界讨论。也若伫环保这方面，高温、空气污染，加上日本甲核废水排入去大海，这些拢是全世界关心的焦点。2022年年底 ，OpenAI 公司成功开发出 AI 人工智慧的开讲机器人 ChatGPT， 让 AI 科技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其他的科技大品牌嘛，在咧小争研发出类似的产品。敢若伫2023年2月，就 Google 推出的 Bard，
Microsoft 推出的结合 AI 技术的搜索器 Bing， 就连中国嘛推出功能淡薄仔落差的 AI 开讲机器人文心一言。2023年，应该讲是 AI 科技发展的元年，但是 AI 科技嘛引起不少争议，尤其是 AI 做出来看起来敢若是真的，其实是假的影片，也是假的新闻，拢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真严重的混乱。所以美国国会就特别举办听证会，要求业者要重视这款问题。I think if this technology goes wrong, it can go quite wrong. We want to 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to prevent that from happening. 为着要防止 AI 所带来的风险，欧洲议会伫2023年6月表决通过全球第一个监管 AI 的法案。美国总统拜登嘛伫10月底签署美国头一个 AI 的行政命令，要求业者伫开发对国家安全有风险的 AI 科技的时，要甲政府分享安全测试的结果。根据世界气象组织 WMO 9月所公布的数据，2023年6月到8月是地球有记录以来上热的3个月。南极的海冰直直扬起，面积比30年前减少260万平方公里。Sea ice loss and the sea level rise that will happen from Antarctica are global consequences. 气候暖化其中一个真主要的原因，就是碳排放量伤悬。今年第28届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8 总算是头一摆同意甲能源转型，脱离化石燃料写入去决议当中，为减少碳排放量踏出新的一步。瑞士空气品质科技公司 IQ-Air 伫2023年8月公布全世界空气污染上界严重的城市，第一名是印尼的首都雅加达。不过，逐年若为10月底开始，全球空气上歹的所在就会变作是印度。印度首都新德里11月初检测到的 PM2.5 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定的标准的25倍。病院内面阁真侪幼儿啊，因为空气污染常常被胃喘气。ऐसे घबराता है थोड़ा बहुत और उसके बाद जकड़न सर इसमें。那是印度附近的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空气的品质嘛拢是非常差。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空气污染的问题会让印度、巴基斯坦的民众平均减活12冬。2023年8月24号下晡，日本福岛核电厂开始将第一批核废水排入去海底，17天总共排放7800公吨。虽然东京电力公司强调，这核废水有经过真严格的处理，但是还是引起附近的国家真大的反弹。南韩的鱼市场生意马上受到影响，大家拢开始唔敢食海产。中国的民众阁惊甲四界抢要买盐，讲是要摕来对抗核废水内面的辐射物质。我找你来另外地方吧。更巧啊！日本伫10月到11月，阁继续排放第2批、第3批的核废水。虽然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嘛出来挂保证，讲日本排放的核废水完全无问题，但是中国官方伫8月24就宣布要全面禁止日本的水产品进口到中国。日本政府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出抗议，不过中国甲日本因为核废水所引起的纷争，短时间内犹原是真歹化解。记者甘美恁编译。镜头佮等下咱过来，咱来去中华。中华的宫庙密度是全台湾排前5名的，有真丰富的信仰文化。中华县立美术馆就推出宫庙艺术展览，有艺术家的创作，嘛有展出宫庙的文物，佮有结合 AI 的互动游戏。诚心用双手拜拜，祈求好运的天顶就出现咯。中华县立美术馆当日举办宫庙艺术展览，其中一区就是互动体验，结合 AI 的游戏，大人囡仔拢感觉真趣味。头一摆看到这科技的物件，感觉真好啊！即马要祈愿吼，唔免过去庙寺啊，淡遮就会使啊。真好，不仅学到了那个庙里的神明有神，还看到了许多画。这届的宫庙艺术展览规划3个展区。除了互动式的体验，也展出侪艺术家的作品，有雕刻大师朱明、人间国宝是定用的立体作品，阁有台湾现代版画之父廖修平参知名画家周天良的创作。庙寺的题材吼，是咱台湾的真重要的迄个东方美学啦吼，东方的美学。因为鹿港是我最爱的所在，我爱画古迹啊。古迹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想到鹿港啊。希望借着传统跟当代的对话，能够让大家知道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中华县立美术馆表示，这摆展览有传统也有创新，
嘛向北公立美术馆、博物馆借等赠品，希望透过台湾的展览作品，让民众看到台湾的宫庙美学。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咱台湾当年白虾养殖量大约是13000吨，台东有一群少年家用科学数据来降低养殖风险，搁伫网络顶头拍广告咧推销这个白虾，希望甲台东的白虾销去各地。下暗7点半，青春咱的帮来看这群少年家安怎拍拼。东海岸空色的太平洋，成袂少国内外游客。海水质好，或者的水产养殖在全台湾是真出名。我感觉阮产品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讲，阮的物件有够新鲜。少年这代其实有因的专业，他们从课程上学习到实际在操作的时候，他们会一直去进步。白虾要生了水，水质是关键。若有啥物细甲差，效果是不堪设想。即摆阮咧验水，虾仔讲起来对水质足敏感的，虾仔上惊落大雨，就是因为水有时常常正去，变做虾仔无爽快，也是破病，也是讲病毒困拢会伫迄当阵起来。迄当阵头28、9月有这700几万，我以早起我来饲无好的事，扭这个查啦斗牛啊，拢投法讲拜托的，莫看到迄无健康的。为着要降低养殖的风险，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因互相串联、技术交流，创造欢迎良好的产业链。咱组织这联谊会好处是讲，像台东遮像少年人有兴趣咧做水产这道，借由这些联谊会，咱讲大家讲互相的交流啊。因为我大学读的养殖系，我希望我可以把我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可以应用在产业上面。然后我也希望可以证明说，这个农业并不是只有粗重的工作，而是也是需要一些技术，它需要一些热情去做的。少年人用行动甲专业证明家己的能力，让台东饲的白虾愈来愈受欢迎，共同伫东海岸做伙创造第11线养殖业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的秘书长发表年尾讲话，伊讲明年2024年是重建信心、恢复希望的一年，嘛呼吁全世界爱合作，爱来解决冲突甲气候变化。也若伫纽约，搁有一个咧是大饼扫日，是甲不如意的物件拢写伫纸顶头，摕去烧掉，代表歹运走，好运来。Let's say goodbye to this. 一百块烧掉恶运甲所有无爽快回忆。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年度大扫除日，民众伫白纸顶悬写这一年来想要摆脱的代志，为了将这负面能量听入鼻孔内底烧掉，搁伫五灰杂色的纸顶悬留新年新希望。That was predominantly just very hard, upsetting, tiring, scary, and just ready to just move on. It's been enough. 除了希望个人运势一切拢好，真侪人搁烦恼全球局势，祈求这场冲突会结束。各地有老无厝的难民赶紧找到安心的所在。Even with the immigrants here in New York, I pray that there's some type of settlement that comes with that, and everybody can just have what they need. I wish an end to the war, all wars, both, it's just horrible what's going on. Political unrest. 联合国秘书长第2日发表年尾讲话，伊回顾今年全球经过苦难，提醒世人不应该互相指责甲受分。2024 must be a year for rebuilding trust and restoring hope. We must come together across divides for shared solutions. 古提瑞斯特别讲到，即马咧发生的军事冲突、加严嘅气候变迁问题，呼吁新的一年世界应该团结合作，斗阵为和平、永续甲人权努力。公司新闻杨眼朋友。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是23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是28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12度至20度。继续关心未来3日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